如果你仲未留意到最近財政預算案嘅最新消息，或者仲係聽得一頭霧水，唔知2026年度嘅福利金到底加咗幾多，又或者最關心嗰份雙糧到底有冇着落，咁你今日就真係聽啱啦。我哋唔講廢話，直接入正題，睇下2026呢一年庫房到底會點樣分呢堂。講起呢個福利金，大家最關心嘅肯定係個錢字。根據最新公布嘅數據，隨住通脹掛鈎嘅調整機制，2026年度嘅各項社會保障福利金，包括大家成日講嘅綜援、長者生活津貼、高齡津貼，即係所謂嘅生果金，仲有傷殘津貼，全部都會按例作出上調。你可能會問，到底加嗰少少夠唔夠應付而家2蚊一顆菜、3蚊一個橙嘅物價？根據政府嘅機制，呢次嘅調升幅度係參考咗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嘅變動。雖然最終個百分比未必話好驚人，但係對於好多依靠呢份津貼過生活嘅老友記嚟講，一分一毫都係血汗錢。我哋先嚟睇睇最受關注嘅新長者生活津貼。自從前幾年政府將高額同普通長津合併之後，而家大家拎開嘅都係4000幾蚊嗰隻。咁喺2026年度，呢個金額預計會上調到接近4300至4400蚊港幣左右。具體加幾多錢呢？大概係加咗100幾十蚊。你可能會覺得100幾十蚊去飲長茶都冇咗啦，但係你要諗下，呢個係每個月喎，一年落嚟都多咗千幾2000蚊。對於一個65歲以上符合資產入息限額嘅老友記嚟講，呢份錢係用嚟交水電煤、買下餸、飲下早茶嘅重要來源。講到呢度，大家最想知嘅肯定係呢筆新嘅福利金到底幾時先至過戶，幾時先至可以喺部提款機見到啲錢。按反過往嘅慣例，財政預算案喺2月尾公布之後，立法會要進行審議，通常要到4月份左右先至會正式通過撥款。所以2026年度嘅調高咗嘅金額，預計最快會喺2026年度嘅4月尾或者5月初正式入戶。不過大家記住，政府通常會追溯返由2月1號開始計起嘅差額，即係話如果你4月先至收到新錢，佢會一次過補返2月同3月加咗嗰部分俾你。所以到時你見到銀行存摺多咗一截，唔好以為政府俾多咗，嗰啲係你應得嘅保底錢。而家我哋要講一個最爭議性，亦都係大家討論得最熱烈嘅話題，就係雙糧。大家記得以前經濟好嗰陣，政府大手筆，每年都話派雙糧，甚至派3糧，即係額外發放多1個月甚至2個月嘅津貼。但係呢幾年庫房嘅壓力大家都有目共睹，財政赤字呢個詞語喺新聞成日出現。不過2026呢一年似乎有一線曙光。點解咁講？因為根據最新嘅財政狀況，庫房嘅收入喺過去1年有明顯嘅增幅。呢度嘅增幅主要來自於旅遊業嘅全面復甦，仲有印花稅同埋地價收入嘅回升。既然庫房收多咗錢，社會上就有好強烈嘅聲音，財政司司長應唔應該還富於民，再派返一次雙糧？我身邊好多老友記都話，而家乜嘢都貴，交租又貴，睇醫生又貴。雖然政府話有醫療券，但係有時感冒發燒去睇個私家醫生，1、2次就用晒啲錢。如果財政預算案肯喺2026年度派返一次雙糧，對於好多基層長者嚟講，真係一場及時雨。呢1個月嘅額外津貼可以用嚟買返啲營養品，或者換咗嗰部壞地嘅電器，甚至係農曆新年嗰陣可以封多封利是俾孫仔。所以應唔應該派雙糧？從社會穩定同埋基層生活質素嘅角度嚟講，絕對係應該。不過我哋亦都要理性啲睇。政府內部亦都有聲音話，雖然庫房收入增加，但係香港面對人口老化，長遠嘅醫療同福利開支係一個天文數字。到咗2026呢一年，65歲以上嘅人口比例已經非常之高。如果年年都派雙糧，財政負擔會好重。所以目前嘅消息係，政府傾向於精準扶貧，即係話未必係每個人都有雙糧，但係可能會針對一啲特別困難嘅家庭，或者領取全額綜援嘅老友記，俾多一啲額外嘅支援。咁講返轉頭，
如果你係一個普通領取長津嘅老友記，你應該點樣部署呢？首先，你要確保自己嘅資料喺社會福利署係最新嘅。有啲老友記搬咗屋或者轉咗銀行戶口，如果冇去更新，分分鐘筆錢過唔到戶就麻煩。同埋，2026年度嘅審查機制依然存在。如果你嘅資產突然多咗，例如收到一筆大額嘅保險賠償或者賣咗物業，記得要主動申報，唔好等社署查到先至嚟解釋，到時可能會被追回日領嘅津貼，咁就得不償失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帶出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，大家成日睇住嗰幾百蚊嘅升幅，其實反映咗香港整體生活成本嘅高昂。喺2026呢一年，通脹雖然話係溫和，但係對於無收入嘅長者嚟講，每一分錢嘅購買力縮水，都係一種壓力。政府除咗喺福利金加碼之外，其實更應該諗下點樣喺物價管控同埋長者優惠度落功夫，例如2蚊搭車優惠會唔會繼續維持？醫療券嘅金額會唔會再加碼？呢啲對於老友記嚟講，其實同直接加福利金一樣咁重要。再嚟講下生果金，即係高齡津貼。對於嗰啲已經到咗70歲，唔想受資產審查嘅老友記，生果金係一份尊嚴，亦都係政府對長者嘅一份心意。喺2026年度，生果金亦都會隨住通脹調升。雖然金額無獎津咁高，大概係1600至1700蚊左右，但係呢份錢勝在攞得心安理得，唔使擔心過咗資產限額。有老友記同我講，佢攞呢份生果金，每個月攞去買下報紙，同老友記飲下茶，其實已經好滿足。大家亦都唔好忽略咗傷殘津貼，呢部分通常係被社會忽略嘅一群，但係佢哋嘅醫療同照顧開支其實最大。喺2026年度嘅預算案入面，傷殘津貼嘅升幅預計會同綜援掛鈎。如果你屋企有需要照顧嘅成員，記得留意反撥款通過嘅日期，因為呢啲錢真係每一分都係救命錢。對於庫房收入增加呢一點，我個人覺得財政司司長喺2026呢一年係有空間去做得更好。既然經濟環境改善咗，點解唔可以喺一次性補貼度大方啲？除咗福利金雙糧，大家仲好關心電費補貼。2026年度，隨住能源價格波動，電費雖然話有調整，但係對基層嚟講依然係負擔。如果政府可以喺派雙糧嘅同時加碼電費補貼，咁樣老友記喺夏天開冷氣都唔使咁赤。我喺度做個小結，2026年度嘅福利金加就一定會加，幅度大概係3%至4%左右。新長者生活津貼大約會喺4月過戶，大家到時留意銀行戶口。至於雙糧，目前係55波，要睇最後預算案辯論嘅結果。但無論如何，我哋作為市民，一定要清楚自己嘅權益。呢篇稿我寫得咁長，係想大家明白，福利唔係施捨，而係社會分配嘅一部分。香港嘅繁榮係由而家呢班老友記後生嗰陣打拼返嚟嘅。到咗2026呢個年代，社會有錢咗，照顧返老人家係天經地義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啲資訊對你有幫助，或者你身邊有老友記仲未清楚2026福利金嘅安排，記得將呢啲資訊話俾佢哋聽。我想問下大家，你覺得如果2026年度庫房真係有盈餘，你最希望政府將呢錢用喺邊度？係派雙糧，定係增加醫療服務嘅撥款，減少排隊睇專科嘅時間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同我交流，我想聽下大家嘅真心話。既然講到呢度，不如我再同大家深入分析下2026年度香港經濟嘅大環境。點解庫房收入會增加？其實呢個係一個連鎖反應。當旅遊業暢旺，零售業就會好。商鋪租金雖然對租客係壓力，但對於庫房嚟講，地稅同差餉就收得穩。加上2026年度幾個大型嘅基建工程進入收成期，相關嘅經濟活動亦都帶動咗稅收。不過，我哋亦都要居安思危。雖然2026呢一刻睇落好似幾好，但係全球經濟不確定性依然大。老友記最緊要係儲定個錢，唔好完全依賴政府嗰幾千蚊。長津同生果金係底線，但我哋嘅生活質素仲要靠自己嘅規劃。另外，大家記住留意，2026年度亦都可能會有新嘅數碼化措施。
政府而家推行緊電子支付，遲啲發放福利金會唔會要求大家用某啲特定嘅 app 或者電子錢包？雖然對於好多老友記嚟講，攞住本存摺去銀行排隊最踏實，但係時代變緊，我哋都要學下新嘢，費事到時因為唔識用手機而攞唔到筆錢，咁就真係冤枉。最後，我想再叮囑一次，2026年度嘅福利金調整係自動嘅，如果你已經攞緊，係唔需要重新申請。但係如果你喺2026呢一年啱啱好到咗65歲或者70歲，記得一定要準時去遞表。65歲可以申請長津，70歲就可以轉生果金。唔好遲，因為政府唔會補返你未申請嗰段時間嘅錢俾你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。關於2026年度福利金嘅最新變動，我會一直幫大家盯住。只要政府一公布正式嘅過戶日期或者商量嘅確認消息，我第一時間會通知大家。